妖女，你搅乱天地，为祸九州，今日必死无疑。皓月，你不过是贪念本圣女美貌，奴家愿与你共度春宵。放肆！怎么回事？仙魔大战，神仙手段，我这是穿越到了修仙世界，我不想死啊！卡，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说了这一场不吐血的吗？再来一遍。眼下仙魔并立，妖魔横行，就是这山庄之外也是危险重重，出去便会被妖魔吞噬，鱼鬼夺命。凤儿，你可要好好的强身健体，不要乱跑哦。我靠！要不是刚刚亲眼所见神魔大战，这里果然是古籍中记载的修仙世界，比我穿越前的废土世界更加危险。是的，爷爷，我一定好好修炼。对了，爷爷，你有什么修仙功法吗？修仙，凤儿天性单纯，正是中二少年期，就这两个吧，忽悠他一下，别乱跑就。这两本乃这方世界最强的修仙功法，但要想练成的话，你必须先每日强身健体，很难的。爷爷，我一定可以的。哈哈哈哈哈！这道德经也太难练了，我足足修炼了10年，才练到了元婴期。我什么时候才能化身渡劫，成为仙道高手，不惧外界的危险？这是天地塔香，怎么可能又消失了？奇怪，算了，就是妖气。师兄，不好了，庄子里来了个大着肚子的女人，说是你未婚妻。大肚子，未婚妻？云峰，你可否愿意娶我为妻？娶你为妻？这不是接盘侠吗？我家小姐京都素服天阶，让您娶她，取一赠一。没错，你只需入赘我江家，改成我儿子的姓氏。这片地界以后也要归我江家所有，毕竟你这村夫根本配不上本小姐。你们，哎，青青，这女子好强，跟爷爷一样，我竟感知不到半点灵气波动，返璞归真，恐怕也是仙人之境。自从当年给了风儿书籍后，他便沉迷修仙不可自拔，整天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。哎，师兄，他们有批半点灵气，这世上最强人也不过路。哎，别胡说，顶尖修真者能够返璞归真，不露气息，一定有底气。京都四祖，一听就是顶尖修仙大族，一个不慎就是我山庄灭顶之灾。江小姐说的有道理，林峰一介草民，的确配不上您腹中龙子，请江小姐为了腹中胎儿，还是去找他的生父吧。什么意思啊？嘲讽我？这婚要不要结？要你同意吗？嘿，我师兄说的对，是你们江家咄咄逼人，自以为是。师兄多骂2句。我刚才骂人了吗？江小姐身份尊贵，眼界高点我知道，规矩我也懂。要不然这样，这是我通读墨家机关术，耗费数年心血炼制，认主后可御剑飞行，一念可杀敌于千里之外，作为退婚的补偿吧。退婚？拿一个破木雕玩具来羞辱我！林峰，你实在欺人太甚！师尊，去死！小小一个玉龙山庄，你可折入京都江家，我死！有点厉害啊，气息外放，格不随物，这可是宗师境。宗师？
这是个什么境界啊？竟然还敢言语我！宗师界的威能也算得上真空受精，无死伤活，我倒要看看有几分本事。大师，我真的只是虚心求教啊，您非找茬不可吧？折入又怎么样？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有朝一日我师兄一定让你们后悔。你说对不对，师兄？对。哎，不对，师妹，我没有说过我就不想结婚，而且我真的不知道啥是宗师啊。好了，何必闹得不愉快呢？我实话告诉你，我徒儿早有婚约在身，不日便要下山履行婚约。啊，还有婚约？是好歹孤妄自豪，现在跪下磕头自尽谢罪，还能给你们留个主。走，你们。只是自尽可不行，师尊，我要抽他筋，扒他皮，将他全家的骨头拉出去暴晒，方能解我心头之恨。是你江家处处咄咄逼人，要是逼得我玉龙山庄庄主出手，你就死定了。我出什么手呀？宗师已经是大名了呀！不行，这时候要绷不住，孙儿和林家都得丢脸。欺我徒儿，还真当我玉龙山庄没人吗？玉龙山庄，笑，江雪与京都江家千金，坐，是天都神府客卿，宗师之位，就凭你区区玉龙山庄，威胁我？天都神府一听就很厉害。爷爷，要不然你小子，直进队心机深沉，何等可怕！他日恐怕会报复我的。今日做这些废物，将你抹杀至微末之间。啊，我真没想法啊，大师，我一个小小的元婴，就算是再修炼300年，我也打不过你啊。赢！我在外是不是成仙人了？我倒要看看你的实力，不用你的嘴换来。你怎么还越说越起劲儿了？简直没法沟通。师傅，讲不通，您出手吧。我出什么手啊？我出殡得了。你小子真把老头子当神仙了呀！记住我！我勒个糟糠啊！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被人打飞了？师尊，怎么可能？我仅仅是被余国所宠，竟以武将之孙，这好恐怖啊！他到底是谁？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宗师啊！被我孙子一掌打飞。刚刚发生了什么？爷爷出手了。你别过来了，不好好说。现在你知道好好说了。刚才不是还要灭我全家吗？前辈哪里的话？你要教训这个贱人！住手！师尊，多亏爷爷出手助我，要不然我就要惨死在这位大能手下了。我孙儿好他妈牛逼呀！林北辰，你伤了我师尊，我江家还有天都神府10万宗师，不会放过你的。哎，那个，误会，我爷爷出手是稍微重了点，但这位前辈还是有救的。哎，这枚丹药，服下会有奇效。都这样了，你还想毒死我师尊，欺人太甚了！下周江城城主寿宴，我会告知此事，他们一定会联系天都神府，你们玉龙山庄就等着被除名吧！我忍你很久了，你是什么货色？神域城主那种垃圾也配让玉龙山庄处理？快滚吧你！走就走，不去就不去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还不快拉出去！哎，得救了，太吓人了！必须把这件事告诉江城主。这片地界蕴藏的龙脉，我也必须要弄到手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让腹中的胎儿得到神主的认可。哎呀，
疯儿啊，快让我看看你刚才是怎么做到的！有点牛逼过头了呀！这小子还没有动，就震得我口吐鲜血。这要是留在身边，一不小心，不是连我也一拳捏爆啊！好你个臭小子，修行了10年才元婴修为，你是不是懈怠了？孙儿资质愚钝，修行进入桎梏，迟迟不知突破，还望爷爷教诲。啊，这个修行讲究劳逸结合，只有感悟红尘，方能领悟大道。哦，难怪我最近修行变慢了呢，果然不愧是爷爷，一眼就看出来问题所在。那我应该怎么做？你现在即刻下山到京都找宇文一族，与宇文一族的千金结缔婚约，只有这样感悟红尘，才能挽救我玉龙山庄啊！爷爷不行啊，现在外面太危险了，妖魔纵横，至少等我渡劫期了再出去。你要是留在山庄，你就不怕再次喜当爹啊？怕。爷爷！走了，总算走了。我到底收了一个什么怪物？元婴渡劫？哎，这也行。师祖，我也要下山，我要陪着师兄，他也要找老婆，我不行吗？哎呀，他说你还小。哎，你找个屁呀！这普天之下，除了我，谁配得上师兄？我可是……哎呀，姑奶奶，你的身份可不能外传呐，否则会惹天怒的。赶紧给我回去吧。师傅也不给个方向，这宇文我上哪里去找啊？幽冥圣女、皓月真君2位风华绝代的无双仙人，居然没有走到一起，真是可惜啊！要是奶奶的病也能有这等仙人救治就好了。别说那些不切实际的了，赶紧去找钱老吧。哎，敢问2位道友，此为何法宝？竟可跨越时间长河，窥仙道大能，而且竟然人手一件。哦，先前听闻道友家中有长孙卧病。此丹药定可救此病症，若道友肯解答，我便赠与道友。不是，你连什么病都不知道你就赐药啊？这万一是毒药呢？吹什么牛啊？不是。谢谢帅哥，但是我奶奶的病，岂能是这一颗药丸就能救治的？你说的东西，那就有卖。哦，多谢2位大能。大能？这人神经病吧？赵月，我告诉你啊，这种来历不明的药不能随便给奶奶吃，万一有毒呢？我们还是赶紧去找钱华佗钱老吧。可是人家毕竟也是一片好心啊！不愧是仙道法宝，精妙至极。除了可以窥探大道外，还能千里定位，并且这些都是最基本的神通。就是太贵了。不过有了这个千里定位，宇文古族的位置总算是找到了。飞起来了！啥飞起来了？刚刚那个帅哥嗖的一下就飞上天了，神仙，他一定是神仙！赵月，那傻子要是神仙，我跪下去给他磕头。不对，有了这个，奶奶就有救了。走，快走！不是，不愧是仙道古族，这也太气派了！家族领地竟然修得如此巍峨，这得多强的仙道法术才能够震慑得住啊！他这样的大族千金，能看上我吗？10楼开会啊，好好的看着一下，任何人不得轻易放过，知道吧？哎，干什么呢你？站住！我早就注意你很久了，你穿的什么奇装异服？这宇文大厦也是你能进的？说，你是不是对面公司派来的间谍？不愧是古族，首山弟子我都看不透。2位道友，我乃玉龙山庄弟子，特来古族寻宇文思月小姐，请她为我指点修炼。嘿嘿，她是我未婚妻。Yes。总裁，江城城主打算重开乾隆宴，这是他送来的请柬。
江城城主就是那个除了天都神府之外最年轻的少年宗师。他为了入赘我宇文家族，可真是煞费苦心啊。可我爷爷偏偏又对他满意。对了，总裁，外面又有人说是你的未婚夫，这已经是今年第108个了吧？还是个古装爱好者，还挺好看的。只可惜空有其表，配不上本小姐。走，准备出发。就凭你还想硬闯宇文大厦？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说的对。哎呀，有滴血，滴血呀！怎么回事？这种雷电法器，我竟然也能抵挡？难道是爷爷给了玉佩？总裁，快保护总裁！总裁，宇文小姐，这是什么法器？竟然比我的御剑飞行还要快！哎，宇文小姐，宇文小姐，等等我，宇文小姐！他这会飞啊！剑，什么剑？就刚才那个男的，他在御剑飞行。文文，别瞎扯。是真的，不信你看这个视频，他真的在御剑飞行。不可能，御剑飞行需要极大的灵力支撑，若真有人能做到，必然也是人间无敌。江城城主周经纬年仅20岁，便成就宗师之境，他背后更是有天都神府4大家族的周家扶持，资源无数。但距离传说中的御剑飞行都还差了10万8千里。总裁，我没开玩笑，刚才他说是你的未婚夫，要是有他的帮助，今日青龙宴您的困境一定可以轻松解决的。你太想当然了，此番参加盛会，不仅是江城的大势力会去，就连京城4大家族江家、林家都会参加盛会，他们的实力超乎你的想象，群星荟萃。而周经纬此番重开青龙宴，不仅是要重新洗牌江王，还要借着大事强行入赘宇文谷，成为我的丈夫。总裁，你明明比那个什么周经纬更早成为宗师，甚至已经逼近大宗师境，只要你展露真正的实力，就可以。哪有那么简单啊？一个宗师又怎能左右家族？若你说的那小子真能驾驭飞剑，倒可解我困境。这等实力，别说嫁给，就算是倒贴110嫁妆，也是我赚大。只可惜一切不过是空想而已。刚才是谁说要嫁给我的？我天，真的在御剑飞行！那2个保安说的是真的？这不可能啊，不科学！宇文小姐，保护总裁，动手！啥？怎么回事？什么暗器的威力这么弱？难不成是在劝退我？冲锋枪子弹都打不死，不可能！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强者？又来！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你没事吧？怎么受这么重的伤啊？我都没出手啊！你，我身后有人？你是想说有大能暗中偷袭？大能厉害，我竟然完全没有感觉到气息。这世界果然危机重重。我是说，是你呀！把我打成重伤将死的是你呀！完了，我再也没有机会打游戏了。我刚买的皮肤。姑娘，你放心，我会保护你的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呀？你要干啥呀你？不行，这个不安全。哎，光天化日，竟然有人在暗中偷袭顶尖大势力，山下果然恐怖如斯。你受伤好重，我先帮你疗伤。你这法宝应该能抵挡得住外界的偷袭吧？
应该能够抵挡住偷袭吧？美女，好漂亮啊！这个利用很强，好诱人啊！如果让他来当我的夫君，也未尝不可。你看哪儿呢？哦，多有冒犯，我这就帮你疗伤。再多一点。总裁，总裁你怎么这样啊？再多一点。啊！敲门！操你妹啊！没看见总裁很享受吗？你没事吧？重伤将死，仅仅几个呼吸就痊愈了，而且他还能御剑飞行，他是陆地神仙。哎，难道伤到了元神了？你还不快给我起来！哦，还不快出去！哦，就是你，号称是宇文古族千金大小姐，宇文思月的未婚夫，长得倒是不错，还算有些本事，想当宇文家的女婿也不是不行。真的，你答应了？不过不是说宇文思月强大无比，乃五界魁首吗？你咋像条死狗似的？而且我刚才为你疗伤的时候，发现你灵气全无，你好菜呀！看着这么老实，嘴巴怎么这么毒？不过我倒真想看，你的实力到底有多强？我当然不是宇文思月，宇文思月是谁啊？她可是宇文古族的千金大小姐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天之娇女，横带翘楚，追她的人可是从这儿排到了法国。就凭你，还想当她的未婚夫？难！果然，那才是大族千金的风范。哎，这么说你认识他？当然，想见宇文思月可以。今晚江城城主宴会。江城宴会，一城之主举办的宴会，定然大能云集，强者无数。像我这种小修士，肯定危险无比。可是爷爷也说了，宇文思月是我们玉龙山庄唯一的生机。哎，你在那嘀咕啥呢？哦，这位姑娘，我要去江城宴会，寻找宇文思月。就凭你，还想参加宴会？那要怎么进去啊？这等盛会，参加的人无一不非富即贵，没有身份，就算再多的钱，也踏不进去半步。就算是寻常势力，也唯有一两个核心成员受到邀请，绝对带不去半个人。不愧是真正的大势力，这才叫气派啊！宴会中的每一个人，说不定都是顶尖大能高手，仙道之尊都说不定。爷爷，你还真是给我出了个大难题。其实，倒不是完全没办法。真的？据我所知，本次宴会除了江城城主周经纬所在的周家之外，四大部族还会有一家参加。你只要在他们那边拿到邀请函，你就可以参加了。当然了，这等势力的家族想给你邀请函，那可是千难万难。刚好我有个计谋。御剑飞行，凭虚御风，果真是逍遥自在。思月姑娘剑身狭小，免不得肢体触碰，若有得罪，还望海涵。这种话是不可以乱说的。到了，就是这里。这里是墓园。命脉断绝，机能凋敝。老太太这是强弩之末呀，连世界上最顶端的特效药都没有用啊！秦家悬赏10亿，上百位顶尖医学专家依旧回天乏术。哎，老太太没得救了。没错，我们都救不了，就算神仙来了，也得干瞪眼呐。秦老太果然已经命若有死。不过，谁说神仙也只能干看着呢？神仙？这世上真有天仙啊！还装是吧？你身上那颗丹药呢？这种不入流的东西，就别拿出来了吧。哎，
他就是那个神，能救人的神仙。谁啊？你啊？我？你是说我？你是说我？小子，就凭你也想救老太君？连秦家的血赏金都想骗，两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！保安，把这两个人给我撵出去！哎，你们自己没本事治好，并不见得别人不行。哎，你说什么？牙尖嘴利，我看你到底有什么本事！哎，各位别吵架呀！各位大脑，抱歉啊，刚到此处多有得罪。不过敢问你们说的特效药是何种丹药？小子，你是真傻呀，还是假傻？对呀，这脏腑衰竭，气血干枯，药石无医。我千华佗说治不好，他就是治不好。老太君是气血已尽，谁也没办法。还敢胡说？给我打！谢谢，我都感受不到灵气波动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在禁地，他打扰仙人，不能使用灵力。够了，够了！风吹雨打几十年，老身也活够了。奶奶，你相信我，这颗神药真的是神仙给的，具有很神奇的功效，可以生死人，肉白骨。是昭月，我都说了多少次了，这种来历不明的药不要给奶奶吃。那人就是一神经病，哪来什么神仙？你们怎么不相信呢？这真的是神仙给的，它有非常神奇的功效，而且我亲眼看见它都已经飞上天。我这副残缺不过是风中烛火，即将烧尽。今日到这里来，只是想看老头子最后一眼。奶奶，谁说救不了的？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就能活。妈，后生，你可知道秦老太君的病是10几年的晚期，药石无医。这黄毛丫头竟敢在此大放厥词！不是我，是他。我？是你，奶奶，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神仙，是不是长得很帅？你还真是个狗皮膏药啊！昭月，他就是不怀好意，故意接近我们，图谋不轨。人家真的是神仙。这儿怎么还有你的熟人啊？还给了他们丹药，那丹药有用吗？你确定这就是病人？如果是普通人，那丹药肯定没问题。可若是个仙人的话，那就够了。原来是2位招摇撞骗的小贼，还说是什么就是神医？你当我千华佗眼瞎呀？你们觉得这秦家宝地是你们肆意妄为的地方吗？来人，给我把他们2个人拿下，割断手脚，打成残废。神医之名为我钱华佗所知，你们俩娃娃也配？怎么不配？秦老太虽身患顽疾，但我家先生出手，只需片刻。先生，请您治病救人。我没说我会啊。哎呀，这点小事对你来说岂不简单？他真的是神仙，我相信他肯定可以的。当真能治吗？要是你们敢在我们秦家面前耍花样，我定叫你们后悔来到人世。说了能治，那便是能治。我们啊，不仅能保住老太君的命，还能让老太君站起来。不过，你们秦家拿什么来换啊？若是我母亲恢复，我秦家可以拿出50亿作为答谢。若是不能，区区50亿不够。 50亿，50亿，这未免也太多了。我下山就带了几千块钱。你别忘了你是来干什么的。我们要的是江城宴会的请柬。是。此请柬乃天都神府4大家族家主所有，治好我母亲的病。请柬拿走，若是治不好，我要你们谢罪。 没事，你放心治，我相信你。我相信仙人肯定能治好的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只能一试了。姑娘，你能将你手中的丹药抛出吗？好的，神仙。神仙帅哥，我还能做些什么吗？不用了。
我就说他是神仙吧。你到底对我妈做了什么？此为九转玄丹，能够生死人肉白骨，等药效温和散开，病人即可痊愈，还能够活蹦乱跳，恢复如初。九转玄丹，好像是在一本古书上看到过。难道他真能救我奶奶？你若是真能救我奶奶，我秦家除了请柬以外，再另赠你50亿。你们不要被骗了！什么九转玄丹？我行医数10年，从来没有听说过。这金光只是愚弄他人的把戏。哎，胡乱用药，秦老太君危矣！老太君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妈！混账东西！你如此欺我秦家，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！药效尚未化开，治疗还未结束，你们不要着急。你们大家族的人都这么不要脸吗？哼！以下情况要是不对劲，我就赶紧跑。装神弄鬼，我以为有多大本事呢，原来是个骗子、庸医呀！小子，此番事情我秦家绝不饶你！秦老太君纪年沉疾，若要医治，必须得小心用药，数年温养。你以为你真是神仙，用的是仙丹呐？将他们给我抓起来！都给我住手！谁的声音？是从奶奶那儿发出来的。奶奶，你醒了。啊，你是？这是我啊？完了，多放了一味药，这下丢人丢大了。我妈呢？你把我妈弄哪儿去了？我就是你妈。放屁！妈是秦家老太君，可不是你这个毛都没长齐的野丫头。哎，你这个不孝子，你难道忘了你9岁尿床，15岁还在穿花肚兜？要不是老身帮你瞒着，你别说了，这件事情不是咱俩的秘密吗？她真的是奶奶，这简直就是神器！我就说我没骗人吧，帅哥真的是神仙。返老还童，没想到世间竟有如此的医术。这位小兄弟啊，不，小神仙，如此恩德，我秦家没齿难忘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这肯定是什么邪术。小信，你们信？我信不信？魏仙师，非礼！哼！什么狗屁仙师啊！老太君，你上当了！这小子为了哄骗你，恐怕是提前激活了你身体的机能。这不是返老还童，而是用秘术回光返照。你时日不多了。你说什么？妈，你的心肠为何如此歹毒？江河，不得无礼！我感觉我好多了。奶奶，他们说你这是回光返照，你快死了。胡说！奶奶我健康的很。奶奶，我信你。大伯，你可别吓唬他们，他可是神仙，可是会飞的。混蛋，你究竟对我妈用了什么邪术？没有灵气波动，竟然有如此威势，此人深不可测。不行啊，得跑路。江河，不得无礼！老太君竟然站起来了！奇迹，不对，这是神迹，医学上的神迹呀！奶奶，妈，江河，休得放肆！老身这条命全靠神医相救。昭月，快把请帖和50亿支票赠予给神医。除此之外，任何要求一律满足。好。这不太好吧？无知！这么明显的骗局，你都看不出来吗？神医才不是江湖骗子。老太君最后一丝气机已经用尽，老太君活不过今天。我可是千华佗，老太君的身体情况怎么样？
我是最了解的。你说什么？你们这些人讲不讲道理啊？老太君都说了，他身体正在好转，药效也正在显现，现在只是开始而已。全国最顶级的专家都在此地，你让他们说说，这种现象谁见过？没有。你3番5次针对我秦家，你究竟意欲何为？不信，你们自己看，老太君的身体是不是正在好转？那是我竭力调养半年的成效。凭一个戏法，一个什么狗屁丹药就能治病？你怎么不说能让人死而复生呢？啊？死而复生不是有手就行吗？难道你连这都做不到？毛头小子，谁给你的勇气在这妄言？死而复生，神仙都做不到。那个，我们家先生就说着玩呢，疯了你！我说的都是真的。秦老爷子魂灵未散，你们都看不到吗？你这混账，休要在此妖言惑众！我父亲已经去世了13年，尸体早已化作白骨。你以为你这么说，我就能信你的鬼话吗？就算你真的是神医，能救活我奶，我也不允许你拿我爷爷开玩笑。大家别这么愤怒啊！他是神仙，说不定真的可以呢。放屁！别听他胡说！这个贼人不仅欺骗了你，还戏弄你们秦家，如今便拿老太爷胡说，不如将他制成人质，如此才能告慰老太爷的在天之灵。我没开玩笑，魂魄未散，尸骨精气尚存，死而复生，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？再敢妄言，我撕烂你的嘴！江河，不可对恩人无礼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小友勿要莽撞。治好了老朽，我秦家是已经感激不尽，定能让你享尽荣华。奶奶，你可不要被骗了。小友的话虽是妄言，但却让我欣喜。人生最苦就是离别，我多想再见他一面。妈，好机会，我们快走。哎，我还没弄完呢。我的九转玄丹，生死人肉白骨，可不是开玩笑的。再说了，最难的是魂魄散尽便不能生还。没想到这处九阴镇神穴竟然镇住了这股魂魄，整整13年。老秦，老秦！我操！你这是又要做什么呀？你还想把别人的本给绝了呀？快走！快走！想跑没门！爷爷要活！昭月，你们对我爷爷的墓碑做了什么？为什么他的墓碑裂开了？哼！我早就说过，这俩小骗子不仅骗你们秦家的钱，还要掘你们祖坟。士可杀，不可辱。既然这般，就别怪我秦家无礼。来人，拿我全家宝贝！秦家血丁能镇杀魂魄，破除邪祟。小子，你完了！秦家这次准备把你钉在祖坟前，永生谢罪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我秦家太爷不可侮辱！完了完了，你这家伙怎么这么不靠谱啊！我好心救人，你们去过他拆桥，还讲不讲道理啊？这可是大势力的禁语，可千万别失灵啊！老秦，爷爷的坟炸了！祖坟躁动，我秦家将亡。爹，儿子对不起你。谁把我关起来了？是我爹的声音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死而复生？不对，一定是这两个小子在装神弄鬼。这不可能！生死人，肉白骨，谁先手段？我早就说过他是神仙，是能飞天、能救活死人的神仙。
快走啊！他们跑了，还不快追！不用了，老七，我真的活了？怎么可能？老七活了！怎么回事？我不是死了吗？老伴儿也不见了，难道这就是黄泉？爹，老头子，太好了，你没死！老头子哪儿来的野丫头，胆子真大！我是你老伴儿呀。老伴儿他死了？你才死了呢！我这是返老还童。恭喜太爷归来！死而复生，阴阳倒转，这世上怎么可能有这种医术？神仙之手笔呀！是走漏了风声，这世上就得为此而震颤呐！那小贼啊，不，恩公呢？好像拿了请柬跑了。生死人肉白骨，那是真的神仙呐！你们还愣在那儿干什么呢？赶紧去给我追呀！还有你，这个老婆子，你离我远点，免得到时候我说不清了。哼，你个老东西！人呢？不见了。哎呀，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，这么好的机会都把握不住，真是个废物！老太爷，这是刚刚捡的，好像是那个小神仙掉的。这肯定是那位恩公留下来的。这礼物也太贵重了，我还是还回去吧。哎呀，你还是拿着吧。你现在要是回去啊，只怕他们才是会被吓死。难道是因为姑娘你？我就知道你隐藏了身份。多谢姑娘。算了，你就当是因为我吧。现在你可以去找你的未婚妻了，就在青龙宴，可别迟到喽。拜拜。站住！此地乃青龙宴，你是干什么的？青龙宴？哎，对，我就是来参加城主宴会的。哼，哪儿来的臭小子，穿这么身衣服也敢说来参加宴会的？衣服？不愧是青龙宴的人，居然还能看出我穿的是元婴法器。是你？你怎么在这里？是你？怎么就你一个人？哈，你爷爷没跟你一起来是吧？那本小姐可就不怕你了。完了，爷爷不在，我可打不过他。不是，我江小姐，这个就是拒绝你那个混蛋，乡巴佬的气质，土里土气，这穿的什么呀？辣眼睛。江小姐，他可不会跟你儿子姓。林峰，没想到吧？有的是人愿意接盘。这位江城赵家第一继承人赵东赵少，他家的权势啊，连江城城主也要给3分薄面。你错失了接盘的资格，定要悔恨终生。等我儿降生，届时我将亲手夺了你的玉龙山庄。这么牛逼啊！大势里的天骄，惹不起。等会儿让你走。一般情况下，像我这样的人，看见你们这种蝼蚁，都会直接踩死。我跟你无冤无仇，更没有得罪过你。你们大势力的人都这么不要脸吗？弱者才会抢道，而我们强者就是道理。放肆！青龙宴上谁敢捣乱？捣乱的是他，我们可都是城主邀请的客人，有请柬为证。这个是黄金请柬，每一份都价值上亿，凭此请柬可直接入内场与会长同宴，这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。金色请柬乃青龙宴顶级豪门，不可得罪。原来是赵少莅临，小人有眼无珠，还望赵少谅解。林峰，你一个乡下来的乡巴佬，怕是还没有见过金色请柬吧？
不好意思啊，别说金色了，普通请柬你也没资格见到吧？还赖在这里不走，找打是不是？谁说我没有？哎，怎么不一样？该不会是假的吧？哟，哎呦，这也算什么请柬？黑黢黢的一个，你别自己画的吧？龙纹黑金，天皇贵胄，这是比金色请柬更为尊贵的黑金请柬，甚至比大势力族长的紫金请柬更为尊贵，等同天都4大家主亲至，甚至连城主都要恭敬应对的存在。小人国宴不识泰山，怠慢了贵客，请贵客责罚。怎么可能？他凭什么有黑金请柬？你们都疯了吧？什么黑金请柬？这分明就是一张黑黢黢的请柬，他是哪个垃圾堆捡来的吧？放肆！江小姐，黑金请柬至高无上，不是你我可以妄论的。看来秦家还真是大势力，之前救人恐怕也是误会了。他就是一个乡下来的乡巴佬，如何拥有这般请柬？天都神府4大家族，连我江家都望尘莫及，他就是垃圾堆捡来的。我这请柬来的不正，该不会有问题吧？不可能，就凭他一个废物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贵客在前，岂是你这贱货能够折辱的？再多嘴一句，滚出青龙宴！黑金请柬尊贵无比，就算是捡的，只要持有黑金请柬，就等同家主亲至，不可得罪。这位贵客，请进。江小姐，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？我说了，他就是一个乡下来的乡巴佬，家里有个老爷子还算厉害，他绝对不可能是什么大势力，更不配拥有什么黑金请柬。臭小子，什么身份，敢扯辱本少？本少要让你看看我的手段！哈哈哈哈！父亲，没想到您重生归来，不仅身体恢复，就连这修为突破了大宗师后期。这样一来，我们秦家定能更进一步。哼，这些年林家、李家一直在打压我族，是时候还回去了。不过小恩公能让我起死回生，说不定就是哪个神仙降临。只要抱住小恩公的大腿，那我秦家都可安然无忧啊！赵宁，找到小恩公，要好好在小恩公面前表示一下我秦家的谢意。是，爷爷，昭宁知道，我这就去江城宴会。不愧是大家族，这也太气派了。小友啊，一看就是第一次来这种场合吧？见过前辈。前辈，小友，你的态度我很满意。既然你叫我前辈，那我就传授你几招。啊，看见了吗？金色请柬，这可是我花了足足1个亿买的，比3000万的银色请柬那可高级多了。1个亿啊！小友，告诉你，在我之上就唯有紫金请柬，那可是各大势力的家主才能拥有的请柬。那个黑金请柬呢？黑金，那可是传说中的传说，据说每一张都堪比顶级大势力的家主亲至，连我都没见过。你就看看我这金的，开开眼得了。看来这请柬真的很珍贵，不能随便拿出来。瑶瑶，既然进来，那就是大机缘。能来这里的人，那都是非富即贵，大势力的千金少爷那是数不胜数。那
你看那边，各大家族的大少千金，代表的都是江城数一数二的顶级势力，甚至连京都的大族都派人前来参加宴会。哇，这可是结交朋友、谈生意的好机会呀！嘿嘿嘿。哎，那话说回来了，你是来干嘛的呀？哦，我来找个人，宇文思月。别乱说话！宇文思月，那可是宇文一族的千金，宇文古族那可是闻名天下的大势力，深不可测呀。宇文思月更是称得上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，年纪轻轻就执掌整个宇文家族，那是真正的大人物，手段滔天呐！我花这么多钱进来，就是为了结交这些大人物，而这些大人物又不知道有多少是为了结交宇文思月的。至于你，哎，这些大人物能见一见就不错了，还敢大庭广众的乱喊，找死啊！你找他干什么呀？我想跟他结个婚。哦，结婚啊！结婚！哎呦，现在的年轻人呐，年纪轻轻就找死！哎呀，我可得离他远点，我得离他远点。哎呀，活着不好嘛！哎，逍遥，你是什么请柬呢？现在的年轻人一点都不懂得尊老爱幼，不务实。我们陈家掌控江城、机场各种大大小小几十个项目，家史也过了800亿。这秦氏二主的位置肯定是我们陈家的。切，你陈家算什么东西，也配坐在这儿？我们杨家在江城经营32家酒店，其中还有3个大型商场，其余什么酒店会所大大小小有过百了，资产已经破了1000亿。这位置是我们杨家的。吵什么吵？座位排4，按照家族势力。不愧是大势力的人，这张嘴都是100亿、1000亿的，这实在是太危险了。我是来找人的，一定不能太高调，一定要小心、小心再小心。不过这个宇文思月到底在哪儿啊？我还是先找个座位坐下吧。哎，杨少，看来你今天一定要跟我过不去了。我只是见不得有些人坐在不属于自己的位置上。七位，也不知道这个座位是怎么安排的。哎，我应该坐哪？你这个骗子怎么来了？这也是你配来的地方。就是，哪儿来的乡巴佬？你配跟我们坐在一起？这儿的座位分3、6、9等，每一个座位都代表一个顶尖的势力，其中更是权力与实力的顶尖存在。哪怕是最末端的次席，也得拥有资产500亿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在这儿？不是，你们有病吧？我就问个座位，也没招惹你们，骂人干什么？我自己找个座位去。哎，这里没人，应该不是什么重要的位置，就坐这儿吧。疯了，敢动城主之位！那可是城主之位，他疯了吗？居然敢坐在那里！城主之位配不上他。算什么东西？你也敢坐这儿？这里这么大，这么多座位，我怎么就不能坐了？难不成你屁股大，这所有的座位都是你的？哼，有人自己找死，敢坐城主的位置，你知道会得罪谁吗？江城城主周经纬，他不仅是少年宗师，还是年轻一辈的佼佼者，背后更是天都神府4大上族的周家，尊贵无比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这么严重？那我不坐了。小子，这城主之位其实你说坐就坐，想起就起的呀。坐上来就要付出代价。我以为有多厉害呢，原来是条臭虫啊！不让坐，现在又不让起，那我就不起来了，怎么地吧？我就不信那个什么城主就这么小气，一个座位而已，
那我也是参加宴会的客人。好。既然你这么有勇气，那我就告诉你，这长桌之喜，靠的不仅仅是家族势力的划分，更多的是看各家带来什么宝物。我秦家不才，献上一株千年参王，价值10亿。10亿，一株人参竟然这么昂贵！这可是千年参王，10亿，估计是保守估计，很多人想买都买不到。没想到此次宴会，秦家居然下了这么大的血本。小子，敢坐这里，又准备了什么？怎么还要带东西啊？我什么都没准备。这就是千年参王啊，也不怎么样啊，跟我平时修炼时身边长的杂草一样。这种杂草我可送不出手。咦，好一个杂草！那我这个长白山血灵芝又如何？还有我天山雪莲3枚，东海白玉髓，那么多好东西，我的天哪！那天山雪莲一朵就价值过亿了吧？最珍贵的还是那长白雪灵芝，那可是无价之宝，能让人延寿3年。对，怎么样？我们这些宝物，难道在你眼里还是垃圾吗？你们这些大势力的人送的东西都这么垃圾，还不让人说？好，你说我们送的宝物是垃圾，那你又带了什么呢？你要是拿不出来，就从这儿给我滚出去！这可是我酝养了3年的灵剑，非常珍贵，比你们送的那些东西珍贵多了。各位，我看见了什么？一把木剑也敢说珍贵？你当这是过家家呀？什么垃圾都敢拿出来！我看啊，有些人是已经疯了，就这种垃圾，他也还当宝贝。林峰，没想到你发神经发到这种地方来了，把一把破木剑也当做宝贝，简直不可理喻。诸位大少，林峰啊，不过就是一个废物，一个乡巴佬罢了。所谓的玉龙山庄嘛，也不过是个垃圾。原来就只是个垃圾啊！也配与我们平起平坐。果然，我的灵剑还不入流吗？我就说嘛，这哪是你能掺和的？废物还敢跟我们说话，跟我们平起平坐，简直找死！哼！你们欺人太甚！什么？该死！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么回事？这什么法术？你到底用了什么障眼法？这是飞剑。我听说天师府传承数千年，曾经有一个陆地神仙一样的人物存在，难道他就是陆地神仙？难怪看不上千年人参和血灵芝，原来是天都神府的大人物啊！霸气侧漏啊！是飞剑，出现了，总裁，他真的是剑仙，这么年轻又这么帅气，难道他是什么隐世大师里的绝世天才？好帅！什么？我天都神府何时有此等人物？原来是天都神府的高手。小杨有眼不识泰山，刚刚冒犯冲撞了你，是我狗眼看人低。林峰、林少、林野，这普天之下，唯有宇文四岳能与你相提并论呐！你们干嘛跟一个废物赔罪？都是假的，这都是障眼法，你们都被骗了！不可能，刚刚明明我们亲眼看到的，对吧？他根本就不是天都神府的人，他就是一个乡下的乡巴佬，连给我儿子当接盘侠的资格都没有。接盘侠，好你个江雪，居然还要让林峰当爹！你到底是不是天都神府的？我的确不是天都神府的人。林峰，你又一次骗我，我让你不得好死！我杨少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屈辱，我要你死！我的确不是天都神府的，但谁说我这飞剑是假的？竟然真的是飞剑！
这等绝世的宝物？不可能，他就是一个乡下破山庄的废物，他们穷的跟乞丐差不多，怎么会有如此宝物？他分明就是偷来的。这等宝物，真有可能是天都神府的宝物。林峰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连天都神府的宝物都敢偷，还敢拿出来蒙骗我们，你简直是找死！什么偷的？我这飞剑是我自己辛辛苦苦修炼而成的。喂，是林峰林仙师吗？多谢您出手相助，我们愿意给您300亿。不知道你现在住在哪？你谁啊？我是秦昭宁啊，您见过了？秦昭宁，姐姐？怎么可能？不认识，你打错了。临时先把电话挂了，他说不认识你，现在怎么办？一定是我们之前的态度让仙师生气了，该死！一定要取得仙师的原谅，不然的话，我秦家会有灭顶之灾。你去准备东西，我亲自去向林仙师请罪。老身先去，你随后跟上，这样才能彰显我秦家态度。是。林峰啊，你为了让我们相信你，竟然还请了演员，可惜啊，你找错人了。你知道秦昭宁是什么人吗？天都4族之一的秦家，地位尊崇，连我等也要毕恭毕敬。而就凭你，还认识秦大小姐，还给你300亿，你当我们都是傻子吗？啊！好，好，好！你不仅盗取天都神府的宝物，还坐在京城城主的位置上，你现在还叫来演员来冒充秦大小姐，我杨少不打断你的4肢，都犹如我的威名。一个乡下来的废物，也敢拥有此宝物？管你是不是自己的，只要被我看见，就是我的了。这小子不知道从哪儿偷来的东西，还敢在我这儿炫耀，简直是不知死活！哎，年轻人呐，年轻人，还是太年轻。还以为江城宴会是个讲道理的地方，你们一个个的身为大势力的翘楚，竟然比土匪还不要脸！道理，在这里我们就是道理。你有脸跟我们讲道理？有本事你把秦大小姐叫过来，那或许我们还会跟你讲上所谓的道理。一个小小的废物也配拥有这等宝物？上天注定，你就是给我们送宝物的蝼蚁而已。哎，二位大少，对于这种废物，还用不着我们亲自出手。诸位，我赵东出1000万，帮我们抢夺宝物。如果抢到宝物，再给10亿。10个亿！不愧是江城有名的大少，一出手就这么阔绰。我陈家同样给出1000万，夺得宝物者交到我手里15个亿，20亿，当场转账。我江璇啊，虽然只是旁系子弟，拿不出10亿、20亿，但是我只要你们教训这个臭小子，出手的人每人500万。没想到还有这种方式发财啊！夺的那把宝物，我就是亿万富翁了。你们太过分了！方才不相信我这宝剑是真的，现在看清楚了，便要出手抢夺，简直欺人太甚，咄咄逼人。该死，要不要出手？不行，这里是大势力的境地，现在出手太危险了。林峰啊，死到临头的感觉怎么样啊？你不是认识秦大小姐吗？秦大小姐怎么还没来给你撑腰啊？你的演技太拙劣了。秦家的天都神府至高无上，说不定就是你偷的秦家的东西。没错，秦大少爷就在这儿，他可以作证。李峰，还我秦家的宝贝！秦家老太君携100亿酬谢，外加1000年陵墓、天山的灵水、上古的剑谱，拜见林仙师。什么？奶奶来了？林峰到底什么身份？居然真能请来秦老太君？秦家老太君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让8省命脉，手握9州大令，权势滔天。这就是秦家老太君，还真是鹤发童颜。哎，秦少，这就是你奶奶呀？李峰，你居然找人冒充我奶奶，侮辱我秦家！啥？还在装傻？不仅找人冒充我奶奶，还偷了她的拐杖，实乃大辱！玉峰，
不得无礼！这拐杖就是老身的，老身就是秦太君。什么？这小女孩难道真的就是秦老太君？不可能！传闻老太君现在已经80高寿了，怎么可能是一个娇滴滴的小女孩？秦大少，她不会真是你奶奶吧？她是你奶奶？我自己奶奶我能不认识？明显假的呀！原来是个假的呀！齐玉峰，你敢不认我？臭丫头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真正的秦家大少，你冒充我奶奶，我有权治你死罪。哎，秦大少，这点小事就不劳烦你了，我们这兄弟几个也可以帮你给他治罪。就你们这几个小娃娃，也敢口出狂言？哟，你好拽呀！不会真觉得自己是老太君吧？没错，我就是老太君。你别装了，你快笑死我了！就你还老太君，你断奶了没有啊？你暑假作业写完了吗？林峰，你实在太蠢了，居然找个小丫头来演太君。本来我还觉得你挺聪明的，现在看来智商实在捉急啊。他要是不蠢的话，怎么会坐在周城主的座位上呢？对吧？保不准啊，这个小丫头片子可能是林峰的私生女呢。她当时跪着要接盘，还好被我严词拒绝了。不过这个小女孩也真是可恨。我听说秦家千金秦昭宁马上就到，要是让她知道这里有人冒充秦老太君，我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。没错，我姐姐向来说一不二，而且最为看重家族声誉。现在就动手，把林峰给抓了，待会儿向我姐姐谢罪。是。你敢？秦家秦昭宁携重礼入会。秦昭宁，他来了，这下林峰的骗局就要被戳破了。姐姐不让我跟这群人玩啊！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都怪这个林峰！要不是他找人冒充秦家老太君，咱们也不至于这么被动。对，就怪你！你们讲不讲道理啊？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林峰，我一定要上报秦家大小姐，你在劫难逃了。秦大小姐，这里有人捣乱，他们不仅折辱秦家，居然还侮辱老太君。什么？什么人如此大胆？我秦家乃是京城世家，向来与世无争，却也从不是好惹的。是谁这么不识好歹呢？就是呀，这个废物就该死。人在何处？就是他们两个。他们两个居然敢冒充你奶奶，简直太滑稽了。秦小姐，请您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。秦大小姐，你这是何意啊？这就是我奶奶。昭宁拜见奶奶。奶奶？难道这个小丫头真是秦家老太君？这是真的？这怎么可能呢？这给天师的礼带来了吗？不辱使命。来人，礼来。第一份大礼，江城庄园3座，京都别墅10套，5星级酒店100栋。第二份大礼，北极玄金玉，南海龟须珠，昆仑天灵芝，龙虎壮阳丹。这第三份大礼是至尊黑卡，今后一切开销皆由我秦家承担。我去，这些礼品单拎出来，每一个都能掀起轩然大波，价值远超1000亿啊！秦家千金登门拜谢，豪掷1000亿，甚至送出无上黑卡。他到底是谁啊？还请天师笑纳。你们搞错了吧？仙师，您神通无边，与我秦家大恩又不可估量，这区区薄礼，还请您不要介意啊。我差点被你们骗了，还在演啊？这一切都是假的。林峰，你为了装逼，不但找人冒充秦老太君，还找人冒充秦家大小姐，你们可真能演啊！我没找他呀。哪来的野口，竟敢对仙师不敬，得罪了仙师，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，真是不知者无畏。哼，仙师，你们演戏都不动脑子的吗？就他这个什么样，还是仙师？还有你，别以为你穿的人模狗样，这真是秦家大小姐。是啊，谁不知道啊？秦家大小姐尊贵无比，从来不会低头鞠躬。
而你，不好意思啊，你穿帮了。仙师神通无边，与我秦家又有大恩，别说是鞠躬，就算是给仙师下跪，也是我秦昭宁的福气。还嘴硬！这里有人能一下戳穿你的破绽。秦大少，这有人冒充你姐姐，还不过来撕烂这个女人的脸！哎呀，怎么又 Q 我呀？我能不能不说话呀？我好怕挨打呀！这回露馅了。没有见识的野丫头，还不快滚！不孝子，还不快滚过来！秦大少，这帮蠢货还在演！看，我姐姐岂是你能侮辱的？姐，你看呐，我跟那些蠢货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是真的？这怎么可能呢？秦大少，你记错了吧？这秦家大小姐怎么可能认识这个穷光蛋？是啊，秦家大小姐乃是无上权势，怎么会来这小小的江城宴席之上？不可能！闭嘴！我自己姐姐我能不认识？一群不长眼的东西！此为秦家天都令，得见令牌，如见天威。仙师，这是最后一份大礼，指令牌者，九州尊贵。是令牌，果然是秦家来此。这穷小子难道真是天师？放屁！秦小姐，这废物一点本事都没有，你可千万不要被他骗了。对，姐姐，之前就是他骗了昭月，他还差点让奶奶吃了那害死人的药丸，并且这小子还可恶至极，他拿着从天都神府的东西耀武扬威。对了，姐姐，那东西有可能就是咱们秦家的，一定要拿回来啊！无耻！这灵剑明明就是我自己的。天都神府做事，还轮不到你们来指指点点。仙师，他们的话您不必在意。什么秦家灵家的，这里太危险了，还是先走。这些东西是你们给我的，我先不要了，还给你们。仙师勿怪。姐姐，你可是秦家大小姐，代表着4大神府的脸面，为何要跪一个乡下来的穷屌丝啊？这未免也太丢人了。大名鼎鼎的秦家，原来就这点本事啊！该死，定然是这些家伙惹怒了仙师。仙师神通广大，你们敢得罪仙师，还不赶快跪下，否则便是与我秦家为敌。秦大小姐，秦家，但就算是你们，也不能这般侮辱，也不能强迫我等，强迫我们去跪一个废物。秦大小姐，在场的很多人都跟神府有千丝万缕的瓜葛，你这样做恐怕会招来其他3大家族的怒火吧？姐姐，请你收回成命，这里的人在江南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。秦玉峰，你为何还不跪？这个来历不明的臭丫头，再敢多嘴，我今天非要撕了你的嘴！不就嘴？你到现在还不承认吗？你口中的臭丫头就是你的奶奶。姐姐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你个不孝子！当初你去粪坑诈尸，不小心掉里面，还是老身给你找人捞出来的。你怎么知道？臭丫头，秦大少去炸粪坑！哎呦，你这个理由啊，也太扯了吧！粪坑？你怎么不说秦大少吃屎啊？闭嘴！不许说，不许侮辱我奶奶！奶奶，难道这小女孩真的是秦家太君？难不成她可以返老还童啊？井底之蛙，蝼蚁观天，返老还童算什么？我秦家已离世13年的老泰山都已被仙师遗忘。返老还童，颠倒生死，我去，这是神迹啊！秦家上任家主秦老太爷，我没记错的话，已经死了13年了，怎么可能会复活呢？真是痴人说梦啊！哎呦，你简直笑死我了！死人复活，还是死了13年的人？
恐怕尸体都变成白骨了吧？秦大小姐，你当我们在座的都是傻子吗？死人复活，神仙手段，就凭他这个废物吗？住嘴！再对仙师不敬，我秦家灭你满门！就你们这些凡夫俗子，怎能明白仙师的神通广大？还不快跪下！如果秦家所言为真，那……死而复生，这等手段，恐怕就是天毒神府也要俯首称臣吧？都是假的呀！他一个连接盘都不配的废物，怎么可能是天师？怎么可能？难道那次真的是他？昭宁代表秦家感谢仙师救治老太君，复活老太爷。昭宁拜谢。真的活了，逆转岁月，生死人肉白骨，这怎么可能？总裁，那个秦小姐说的都是真的。我的天哪！居然有这种神通，简直不可思议！她真的是剑仙啊！哎，老太君，秦小姐，老太爷的事情一定是个巧合。秦家这么厉害，我这点小伎俩怎么可能复活老太爷啊？肯定是老太爷自己的手段，大势力的强者，沉眠复活肯定是经常的事，我可不能贸然去估。昭宁啊，我方才重生，尚未适应，你去找仙师，但一定要记得，仙师手段通神，恐不喜人打扰，一切都要顺着仙师的意思做。是昭宁记错了，老太爷尚在沉眠当中。仙师手段无边，我秦家感恩不尽。至于老身，也是吃了一粒丹药。原来是记错了，吓死我了！秦大小姐，你说的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笑。秦小姐，请您还是不要叫我仙师了，我就是个普通人，比不上在座的各位大能。仙师，这青龙宴人多眼杂，不如您随我前去秦家。不行，我是来这里娶媳妇儿的。娶妻？不知道您要娶的是哪位呢？啊，就是一个叫宇文思月的。你小子原本以为你是傻，但没想到你是蠢。这青龙宴本身就是为了宇文小姐设立的。啊，那我没来错地方。你不知死活！林峰，你真以为自己是仙师呢？刚刚秦大小姐和秦老太君都说了，是他们记错了，你还在这儿臭不要脸啊！住嘴！仙师，以您如今的地位，宇文小姐怕是配不上您了。小姐，你别生气，这个林峰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调戏小姐，我这就替您拒绝。谁说我配不上？宇文小姐怎么会配不上我？宇文古族乃是大势力，想见一面都难。仙师，难道您是想隐藏自己的身份，不想暴露，低调的娶回宇文小姐吗？你说啥？仙师别急，昭宁可以帮得上你的忙。仙师，你可知道此次江城宴会是谁举办的吗？是江城城主周经纬，他想借助此次宴会整合南方势力，以足够强悍的姿态入赘宇文世家。啊，师父也没跟我说有情敌呀。仙师莫慌，我秦家蒙受您的恩德，无以为报。除了这枚天都令牌之外，我秦家还愿意奉上太上长老之席位，位同家主。如此一来，有了我秦家的相助，您便可以压过周经纬，迎娶宇文思月。太上长老，这可是滔天的权势啊！这秦家是不是脑子进水啊？堂堂天都神府的4大世家，100万亿的家产啊，竟然要一个臭小子掌控！臭小子走了什么狗屎运？舔了江泉这么久，连个入赘的名分都没有。仙师，昭宁知道这区太上长老之席位，您自然是看不上眼的，但这是我秦家的一番心意，还望您不要拒绝。哼，也不知道你们是真傻还是假傻。在座的人谁不知道，他就是一个乡下的废物。不许侮辱仙师！
侮辱！丫头，你怕是不知道吧？你口中的仙师啊，只不过是我看不上、亲手丢掉的垃圾吧，连给我儿子当接盘侠的资格都没有。什么？你居然让仙师当你的接盘侠？这江家小姐真是不知羞耻！明明是她上门求娶，反被拒绝。是啊，有何不可吗？秦大小姐，动动你的脑袋，好好想一想，看一个乡下来的乡巴佬，一个连垃圾都不如的东西，能救活秦老太君，能让死了13年的秦老太爷复活，就凭那过家家的糖豆，别搞笑了。我的丹药果然还需要精进，连他都看不上。秦小姐，老太君的确不是我救活的，这恐怕是一场误会。林凤，装不下去了吧？你骗得了所有人，但骗不了我。你若真是神仙，那日在山庄，我早就死无全尸了。还有你们，刚刚那样对他，他若真是神仙，你们还能活？你哪里来的底气，敢折辱仙师？今日你不仅得罪了仙师，还敢嘲笑我秦家，此事我会一一和你们清算。清算？真以为你们秦家一手遮天吗？不瞒各位所说，我腹中胎儿啊，乃是神主一夜宠幸后的结晶。什么？神主？神主乃是执掌天都4大神府之首，你们江家居然获得了如此机缘！诸位，我赵某不才，刚刚得到江小姐垂青，即将入赘江家接盘神主。虽然我这一生都不能碰江小姐，更要随孩子姓，并附上全部家财，但是我觉得这就是爱。赵少，你对我可真好，今晚只许你不用睡狗窝啊，只不过只能1晚啊。舔狗嘛，还是要住在狗窝的。江小姐，你对我真好。前辈果然高风亮节，佩服。少在这拍马屁，秦小姐，我不管这个丫头是谁，林峰得罪了我们在场的诸位少爷，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。没错，放下宝物，磕头认罪，自废双手。姐姐，奶奶，就不要再护着这个废物，把他交给我，我一定能查个水落石出。你们给我闭嘴！老身将死之身痊愈，乃是亲身经历，不是仙师还能是谁？是我。钱华佗，你居然还敢来！钱华佗乃大夏神医，在大夏医术无人能出其右，岐黄之术甚至可以与阎王抢人。若是钱华佗出手，治好秦老太君也就合理了。钱华佗，你疯了！当日仙师救治之时，你也在场，你怎么还敢质疑他？我疯了，我是疯了。本以为这世上真有生死人肉白骨，我以为这臭小子真能将死人复活，没想到这完全是假的。老太爷没有复活，老太君也是我本欲有无数天才地宝，历尽心血才做到起死回生、返老还童。你们一场戏，所有的功劳归功于这臭小子身上。还把我踢出了秦家，你们是丧尽了天良啊！你不行，仙师想要低调迎娶雨云私人，我万万不可喧宾夺主，乱了辈分。真是没想到啊，你们居然被一个废物耍得团团转。秦大小姐好深的心机呀，好大的手笔呀！杨少，林峰先前那般折辱你，你忍得下这口气？陈少，他刚刚在你面前耀武扬威的，你忍得下？秦小姐，为了这个小子得罪整个江南，秦家应该不会做这样的生意吧？秦小姐既然默认了，林峰，我必将你碎尸万段。慢着，
对付这种垃圾，用不着这么大费周章，踩死他还脏了我们的脚。上！你们敢！秦家果然无情无义，竟然还维护这小杂种。既然这样，那治疗老太君剩下的丹药，你们也别想要了。此位，这是起死回生的丹药，愿赠给在座的诸位。只要杀了这个小杂种。能救活秦老太爷的丹药，定然珍贵无比。此丹要称之为仙丹，也不为过了呀。谁敢对仙师出手，便是与我秦家为敌。钱华佗，事实怎样，你自己清楚。胆敢对仙师不利，你是想找死吗？秦家不仁，还说我钱某无义。我在这送丹药，你们也要管吗？这么多的家族，你们也要把所有人杀干屠尽不成？秦家不义，但是我们这些人不能袖手旁观。哎呀，你们可别逼我动了胎气，否则真主不会原谅你们的。啊，我秦家乃是天都神府，尔等想与我作对吗？谁敢？我明白了，秦家，好大个秦家呀！你们大费周章，原来是要染指江城，染指整个江南呐！我告诉你，我知道我和这个小杂种，也就是你们手上的一个棋子。你们好大的手笔！没有，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秦小姐，素然你天赋非凡，早已执掌秦家，而且资产净增不少。可你要与整个江南为敌，实在是太看不起我们诸位了吧？放肆！我秦家做事，岂轮得到你们指指点点？秦疯子，你敢口出狂言，找死吗？你快参与杀人灭口！哎，秦小姐，钱老对你们秦家有救命的恩德，而你们竟然想杀人灭口，未免有些太霸道了吧？就算我们答应，周城主也不会答应。秦小姐，你与一个乡野小子合谋，连秦家老太君秦老太爷的名声都能做棋子，你好深的算计啊！不愧为年轻一代的翘楚啊！哎，可别带上我！现在想撇清关系，未免也太迟了些吧？不是的，真的和我没有关系。老太君的复活肯定是钱华佗的丹药的效果，我就是来娶妻的。既然你们不让我娶，我走还不行吗？想趁机溜走？休想！秦大小姐身份尊贵，我们动不得，难道我们还动不得你不成？放肆！不准对仙师无礼！秦大小姐，都到现在了，你还在演戏啊？真当我们大家都是傻子吗？仙师，秦小姐竟然被这个小子蒙骗至此，那我就撕碎了他，正好也让秦小姐看看这小子的真面目。好，杀了他！快杀了他！这大势力简直是太危险，我还是先走为妙吧。想走，来不及了！剑灵护主，这难道是灵宝？什么？竟然是灵宝！奇怪，灵剑怎么自己发动了？哎，这怎么还躺了个人？宝物有灵，自动护主。那把剑居然就是传说中的灵宝。灵宝？总裁，这个东西很值钱吗？无价之宝，就算是整个宇文家，也未必能换来这样一件宝物。这种宝物只有在上古秘文中听说过，价值非凡。要是有的话，也只可能在天都神府的宝库之中。看来秦大小姐没说错，原来这小子真的是高人。你们这群有眼无珠的东西，仙师就在眼前，一个个都瞎了眼。只有我秦家才看清了仙师的强大之处。仙师剑出天下无敌，剑归深藏无名，这才是真正的强者。这简直就是踏着七彩祥云而来的盖世英雄。在想什么呢？这可是举世无双的仙师啊！难道是灵剑自己发动了？
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这里这么多大势力的强者，我未免都能打得过，更别说这把灵剑了。一定是另有强者所在。哎，这位赵兄弟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紧？哦，我这里有一颗丹药，不知道有没有用。这难道就是那颗丹药？这难道就是救活秦老太君的那颗丹药？我以神医的身份担保，治愈老太君的丹药是我手上这颗。他一个乡下的穷屌丝，手握灵剑，身作神丹，这是神主都做不到的事情。休想拿着假药来骗我，一定是想中途下毒，然后坑害我。不是的，我是在救你啊！你筋骨尽断，再不抢救就来不及了。刚才真不是我出的手，刚才是哪位前辈出的手啊？催动了我的灵剑，还请站出来！明明是自己出的手，却还要假惺惺的救人，杀人还用诛心？哪来的什么前辈？是我。路见不平一声吼，拔剑相助肝胆照，就是我，剑神顾万三。本剑神行走江湖，向来低调，却见不得他人暗中偷袭，仗势欺人。小妖，借我灵剑一用。居然还有高手，我刚刚可没动手啊！原来如此啊，多谢前辈。多谢就不必了。不过本座出手，向来不白出，这把灵剑勉强当做谢礼吧。这灵剑如此强横，一定价值连城，起码是1000亿。发了发了。灵剑，嘿嘿嘿，小朋友，我知道灵剑珍贵，但是人生嘛，有舍才有得啊。前辈别误会，这把灵剑只是我随手炼制而成，我身边还有很多，只是价格都很低，还请前辈不要介意。还有很多，我说过，灵剑我只取1支，价格多少我并不在意。前辈大义，既如此，那这把灵剑就赠给前辈。嘿嘿，好。不行啊！不能给他。凭什么不能给？我救了这位乔瑶，他给我灵剑，你情我愿的，关你们什么事？你胡说，这明明就是……不行，先是不愿声张，绝不能暴露他。你们不出手，我出手。交友赠我灵剑，理所应当。我最看不得你这些人，该出手的时候唯唯诺诺，见到好处的时候分分不要脸。这灵剑是个宝贝，绝不能让他拿走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这把灵剑我在天都神府见过。这小子不小啊，敢偷神主的宝贝。我根本就没有去过天都神府。哼，敢跟我抢灵剑！狗屁天都神府！本座行走江湖，从来没有怕过谁。灵剑要定，天都神府也留不住。我说的，我拿了灵剑，我就远走高飞，管他什么天都神府，找到我再说吧。哎，哦，谁这么大口气呀？连天都神府都不放在眼里，找死啊！周经纬，听闻周经纬天赋异禀，少林宗师，现在看起来只怕更加可怕。有宗师之境，一定之资啊！周少，你终于来了！他们偷了神府神物，我想去阻拦，他们还打伤了我。哎呀，怎么早不来晚了来？我要得手的时候来了，这下完了。前辈，这剑你为何不拿呢？周少，就是这小子极为猖狂，他不仅坐你那个城府之位，还说要娶宇文大小姐为妻。周少，定不能饶了他。自愿倾国倾城，名声在外，自然追求者众。我身为他的未婚夫，本该大怒。不过，什么阿猫阿狗都敢与本少相争，你算老几呀？这人好强，还好有前辈在。你又没有和宇文思月订婚，凭什么自称未婚夫啊？凭什么我就不能争？还敢反驳？
有点胆色。来呀，拖出去！来了。周经纬，胆敢对仙师不敬，想对仙师出手吗？哦，这不是豫州秦家的昭宁小姐，仙师。秦家已经堕落至此，一个小小的垃圾，奉为上宾。我想杀你，你留不住；我想杀你，你留不住的。周少威武，周家乃天都4大家臣之首，周老爷子更是神主心腹，周少更是年轻一代的翘楚，吾等佩服，五体投地啊！周少，摇着尾巴的狗总是招人喜欢。多谢周少。周少，李峰他大闹青龙宴，还有这个叫杜万三的，他自称剑神，我想拦住他的，就是被他们两个打伤的。剑神？这世界上唯有神主才配得上神这个字。谁给你的勇气自称剑神，还大闹我的宴会？梁静茹吗？原来是周城主，刚才是开玩笑的。什么剑神，闹着玩的。前辈，干嘛这么客气？以您剑神的名号，难道还拿不下一个小小的将军？剑神啊！哎，你说你死到临头了，你还紧张什么？今天周少亲自把你的谎言戳穿了，你给周少磕一个响头，周少说不定能饶你一条狗命啊！周少，别。本少最烦别人走在我前面，别人还以为你是城主呢。这江城城主说动手就动手，一看就很暴力。我还是先走为妙。你怎么还打人呢？就算是大势力的人，也不能这么不讲道理吧？前辈，您怎么还不出手啊？您快出手，让他看看什么才叫做真正的剑神之威。前辈，请接剑。我立了一个毒誓，一日只能出手一次。今日也不宜再出手。周少，没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慢着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你当的是哪儿啊？你怎么还偷袭？有本事正面对决，前辈分分钟秒杀你！这就是所谓的剑神呐，我看就是小瘪三呐。有本事你小友，我求你了，别说了，你饶了我吧！没想到，就连前辈这等强者都被逼迫至此，这江城之主，大势力也太黑暗，太猖狂了。周少神武，神主不出，天下无敌。什么剑神，也不过就是个苍蝇而已嘛。林峰，这老东西要死了，该轮到你了。周少，我没出手，我都是骗他们。周少，我求你饶了我吧！前辈，您何必受这等屈辱？堂堂一代剑神，我不要救你了，你走吧。小友，我打你灵剑是我不对，我求你，我现在只想活命啊！来呀，拖下去！来了，周少，小友，都是你，我在你腿上写个惨字。这大势力太危险了，就连前辈这样的高手说买就买，不行，我还是先走为妙。哎，解决了个老的，现在轮到你了，给你个机会，想怎么死啊？周经纬，我早就说过，仙师是我秦家的恩人，你想对仙师比，就是对我秦家出手。秦超宁，秦大小姐，
周少现在飞龙在天，这个林峰只不过是个名不见经传的穷小子。周少想捏死他，像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。到这个时候，你还想保他？你难道是想你们秦家一起覆灭吗？那周少是旷世奇才，那林峰不过是个乡巴佬，是个蝼蚁。如果想要秦家恢复以前的势力，依我看，大小姐你不如从了周少啊，当不了少夫人，当个丫鬟小妾也能保秦家无忧啊！啊，周少，您说呢？放狗屁！你敢辱骂我家大小姐，你陈家想被灭门吗？灭门？你们秦家现在有这个本事吗？周少出手才是真的代表天都神府，你们秦家吃里扒外，勾结窃贼，盗取神物，怕不是会被神主除名，满门清算。我肚子里怀的是神主的孩子，4大家族定要有我江家一个。林峰啊，之前让你接盘你不接，非要自己找死，现在周少出手，你想好怎么死了吗？林峰，我说了，和我争四月你不配，我要想杀你，就像想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。周少神武，林峰，周少在此，你还敢造次吗？一个乡下来的废物蝼蚁，也敢与周少相提并论？哎呀，能混进来见到周少一面，已是他几辈子修来的福分了。既然他想死，那就让他找死就好了。周少，林峰屡次不把你放在眼里，还敢染指宇文大小姐，何不趁现在杀了他，以绝后患？谁敢对仙师出手，就是与我秦家为敌。周少，这青龙宴可是您邀请宇文小姐前来商讨婚姻之事的大会，如此隆重关键，你不想然许？天都神府周家天骄与宇文古族千金喜结连理，乃是天下的喜事。到时候我秦家也会备上一份贺礼，恭祝二位。既然秦小姐说了，那本少就不会在乎这个蝼蚁。一个蝼蚁出去之后，哪怕被人打死，也不会有人在意，到时候可与我无关。周少，宇文小姐，才子佳人，有周少在此，宇文小姐断不会选择他人。在这儿提前祝福周少抱得美人归啊！不行，宇文四月要是嫁给他，玉龙山庄可就没希望了。我不同意。宇文四月又没答应他，万一他看上我了呢？你找死！好你个秦昭女，我帮你救老太君，你却把我往火坑里推。林峰，周少是同辈翘楚，那宇文小姐更是美丽动人，他们俩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你一个蝼蚁，你有什么资格反对啊？对呀，秦大小姐都说了，周少与宇文小姐乃是一对。林峰，你觉得你比得上周少，配得上宇文小姐不成？垃圾就要有垃圾的自知，别在这碍眼，否则被踩死都不知道。林峰啊，林峰，你还在这做白日梦呢？你看看你，也不照照镜子，浑身上下哪里比得上周少，配得上宇文小姐，连给我肚子里的孩子接盘的资格都没有。秦小姐，本少虽然大，不过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容忍，我江城城主的威严放在哪儿？你既然找死，我成全你。哎，周少，敢对仙师出手，今天必杀他，谁来都没用。哦，谁说的？谁说的？啊！又来个大美女，这种气势竟然比秦家大小姐都不弱，甚至是更胜一筹。是啊，不知道这又是谁？谁说的？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来救你啊！这里很危险，虽然说你也很厉害，但是刚才那个剑神都被打成那个样子，你还是快走吧。放心，有本小姐在，保你安然无恙。你又是谁啊？本少的青龙宴没邀请过你啊？还是说你仰慕本少的英姿，主动送上门来？你是发情了泰迪吗？怎么看谁都像你的追求者，你也太
太不要脸了吧！你放肆！竟敢辱骂周少，知道这是哪儿吗？不是活了！周少，此人不知好歹，肯定是林峰身边的女人，不如就将他就此拿下，让他尝尝你的厉害。既然是主动送上门来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宇文古族，宇文思月小姐到。宇文小姐到了，宴会的主角终于到了。周少，宇文小姐就快要到了，此时出手，恐怕影响你跟宇文家族的联姻啊！宇文小姐到哪儿了？小姐，她马上到了。恭喜周少抱得美人归。此次青龙宴就是为思月准备的。思月为了见我，肯定盛情打扮一番，所以才会拖延到现在的。周少天赋异禀，周家又是4大家珍之首，周老爷子更是执掌神位。你要是能与宇文小姐联姻，必然是龙腾飞天，到时候就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啊！我也是想更好的侍奉神主罢了。虽然你们几个的家族都不入流，但还算识时务。从今天开始，以后的好事都少不了你们。一个跳梁小丑，还真会给自己加戏。你还以为人家真能看得上你啊？做梦去吧你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，能对周少指指点点？周少英武不凡，乃人中龙凤，比身边的林峰好上10000倍。他就是一个废物，是一个社会最底层的渣渣，恐怕连路边扫垃圾的大妈都看不上他吧？谁说的？仙师，他们看不到你的步伐，鼠目寸光。我秦昭宁愿意携秦家万亿资产嫁给你，只要你愿意娶我。我同意。什么万亿家产？1亿资产？那不就相当于整个秦家所有资产吗？秦昭宁居然会把整个秦家卖给这个蠢货，疯了吧你！姐，你可要三思啊！这可是整个秦家，你嫁给这小子，就是坠入深渊，万劫不复呀！秦昭宁，贵为天都神府4大家族之一，怎么如此堕落？你要惹怒了神主，秦家都得死！堂堂秦家千金，竟然自甘堕落！哎呀，也不知道林峰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，他不过就是一个废物，给我孩子接盘的资格都没有的废物，你竟然要嫁给他，真是可笑呀！天师神武不凡，天仙降宠，我秦昭宁相信自己的眼光，也相信仙师不会让我失望。只要仙师愿意，我秦昭宁所言绝无虚言。是你们一个个的鼠目寸光，看不到仙师的强大之处。仙师才是我心目中的盖世英雄。若是嫁给仙师，我秦家必将一飞冲天。别说周家，就算是天都神府，好你个秦昭宁！我说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？原来是要跟我抢男人。秦小姐，对不起，我只能娶宇文思月。为了山庄。没想到秦家大小姐，本来以为是高高在上的，没想到竟然是一个连倒贴都没人要的女人。秦家千金倒贴被拒，这要是传出去，你们秦家肯定声名扫地了。没关系，我秦昭宁愿意此生不嫁，等候仙师。可笑，实在太可笑了！秦家千金竟然为了一个废物要此生不嫁，你们一个个的真的太搞笑了吧！他不过就是一个废物，一个给我孩子接盘资格都没有的废物！你敢打我？不好意思，满嘴喷粪，实在是太臭，没忍住。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？我怀的可是神主的血脉，我孩子要是掉，你们一个个都要死！孩子没事吧？你这个废物，为什么不保护我？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我没保护好你。佩服啊，敢动江小姐，叫你死！思月马上就要到了，我看谁敢动。宇文古族千金，宇文集团总裁，宇文思月小姐
到场。周少，以您的风姿，肯定可以抱得美人归。恭喜周少，马上就要摘得佳人的芳心了。哎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带你打脸去。总裁，什么？总裁？他是谁啊？你是宇文思月？不可能啊！宇文小姐身份尊贵，怎么可能会是你？没想到你连宇文小姐都敢假扮，你想活了？不，她就是宇文古族的千金，宇文思月。怎么可能？你真的是宇文思月？那天当然是逗你的。本小姐看你还不错，对于你想做我未婚夫这件事，待定。真的？太好，山庄有救了。这真的是宇文思月？他和这个小子怎么这么亲密？不是说他和周少才是一对吗？思月，别闹了，赶紧让那臭小子滚下来，别再丢人现眼了。我叫宇文思月，我不想再从你嘴巴里面听到思月这2个字，恶心。我乃江城城主，天都神府4大家族之首。宇文思月，你想得罪周家，得罪天都神府，这世上除了我，还有谁能配得上你？你跟我结婚才是正确的选择。至于这个废物，他连我的一根汗毛都不如，你不能跟他结婚。他怎么就不能跟我结婚了？我们2个情投意合，我配不上他，你就能配上他了？周经纬当然配不上，不过谁说要跟你结婚了？你现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很厉害，但是是你把我拉上来的，难不成你反悔了？林峰啊，林峰，真以为能飞上枝头变凤凰吗？垃圾就是垃圾，再怎么粉饰也掩饰不了你的本质。宇文小姐是在耍你呢，看你被侮辱成这样，可真是大快人心呀！原本以为宇文小姐拒绝英武不凡的周少是因为你，没想到宇文小姐这只是对周少的考验罢了。有些人啊，生来就是垃圾玩物。林峰啊，林峰，你被羞辱成这样，还有脸站在台上，还不快滚下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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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下滚来！下来！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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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来！我宇文古族传承数千年，乃4大古族之一，比肩天都神府的天都一族。我的男人必须是俯瞰世间，睥睨天下，不惧一切。那这么说，这个男人只能是我们周少了。周少，宇文小姐说的就是您啊！恭喜周少俘获宇文小姐芳心。原来宇文小姐把你留下来，就是想羞辱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废物啊！看到你被羞辱成这样，可真是大快人心。没事，这个男人我已经找到了，就是你，林峰。什么？什么？不是周少，居然是这个小子！周少这么一名神武，你不选，选中一个废物！宇文思月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这么说我很开心，但是我的确没有你说的那么厉害。放心，我说的就是你，你很强，只是你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。够了，宇文思月，我今天开设青龙宴，本是给你面子，给宇文古族一个机会。我没想到，你竟然为了这个垃圾，竟然当众羞辱我。你真以为区区一个垃圾，能护得住你宇文家？我背后可是天都神府。当然，我相信林峰，更加不惧你们所有人的阴谋诡计。你周经纬有任何报复，我宇文思月来者不拒，一并接受。因为我有你在我身边。居然为了一个区的林峰，宇文思月敢硬扛天都神府。不管你是真有本事，还是找个借口寻台阶下，无论如何，你都得罪了天都神府。你们宇文家
离覆灭不远了。宇文思月，你是真的疯了！为了这么一个废物，整个家族都不要了。我宇文古族做的一切选择，还轮不到你们来指指点点。我不仅要跟林峰完婚，更决定就在明日，不管你们周家还是天都神府，有任何本事，尽管放马过来。宇文思月，你竟然不吃罚酒！好啊，今天一个都走不了。本少成为江城城主，不是因为周家，也不是因为天都神府，而是因为自己的实力。我乃宗师大长，宇文思月，拿什么打？宗师大长，林峰，你敢与周少作对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林峰，没想到你不仅是个废物，还如此的有眼无珠。你得罪了周少，恐怕你今天都走不出这里了吧？真是可惜啊！我没办法亲自踩死你。完了，这人看起来好强，恐怕连宇文思月都不是对手。要不然你还是先走吧。没事，都是一些垃圾，找死的是你们！大宗师，20岁的大宗师，宇文家居然出了20岁的大宗师，这大夏要变天了！多亏了昨天疗伤，我才借机突破。好厉害，不愧是宇文古族的千金啊！现在你还担心我们走不了吗？走。宇文思月，你以为你在和谁作对？在和神主作对，你不会有好下场的。你、林峰，还有宇文家都不会有好下场。我等着。哎，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？嗯哼，就是结婚啊，而且就在明日。我宇文思月说一不二，你通过了我的考验，就算是闪婚，我也愿意。怎么，不敢？我当然。林仙师，宇文小姐这般强势，怕是未必与您合适。我秦家同样愿意与您缔结婚约，并且不会有任何阻隔。昭宁也是万分愿意的。出门之时，老太爷万分叮嘱，一定要请仙师回去做客，以当面表谢救命之恩。到时候一定会备上厚礼。哟，堂堂秦家大小姐，抢男人还抢大街上来了，怎么是没人要吗？像林仙师这样的好男人，自然是万中无一的。昭宁碰上了，自然也不会错过。也想与宇文小姐公平竞争一番。公平竞争？难道秦小姐不知道？林峰跟我早就有婚约了，是我宇文思月的未婚夫。林仙师，一纸婚约而已，代表不了什么。只要您愿意的话，昭宁回去即刻拟定婚约，并携带千亿厚礼。没错，老身也很仰慕仙师，日后我秦家归于仙师掌控。林峰，你说你选谁？不好意思啊，秦小姐，我家里人还需要宇文小姐这。不好意思啊，秦小姐，看来林峰还是比较喜欢我这个。明日我们就会筹备婚礼，届时请秦小姐过来观礼哦。筹备婚礼要去哪儿？我御剑过去。御剑？这种事就别御剑了吧，太过张扬，我可是会有危机感的。秦小姐，拜拜。这小子终于滚了。姐，你这从哪儿找的死丫头？赶紧送回垃圾车去。送你妹啊！这是你奶奶。姐，你真爱开玩笑，这冥顽不灵。你回去等着家法伺候吧你。奶奶，我们走，我们去追仙师。你个不孝子，日后就别回秦家了。哎，真的假的呀？
喂，爷爷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和宇文思月的婚期定下了，就在明天。我们以后再也不用怕什么江家。什么？师妹要下山找我？外面这么危险，你怎么可以让她一个人下山？你师妹不用管，她来历非凡，就算天都神府也未必敢动她。倒是多亏了你，山庄现在有救，我也不用这么操心了。哎，上鱼了，上鱼了！不跟你说了。哎，喂！说话说一半。青青来历非凡。老头终于放我下山了，我这就去找师兄。师兄明明也可以跟我结婚的，现在谁也拦不住我。天魔入侵，大邪将至。神主，你要为我们做主啊！那个林峰，他丝毫不把您放在眼里，还打伤城主，还羞辱我等。城主现在还在疗伤呢。说，一个小小的林峰，乡下来的垃圾，就将你们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你当本城主好糊弄吗？神主息怒，是那个林峰，他一把宝物，是一把飞剑，变化莫测。简直就是一把灵剑，是一把灵剑！放肆！你以为你能骗过我？我早已突破神境，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位真正的神。打败你是宇文家的手下，那林峰跳梁小丑而已。不过他身怀灵宝，却想着尽显本座。该死！欺骗本座，也要死！不要，神主！我坏了你的儿子，神主！我早在多年前修炼，身体出了岔子，所以不能留下子嗣，还想骗我？不可能！我只跟神主的有过。总裁终于要结婚了，而且还是跟剑仙，感动！今天可是总裁的大喜日子。大喜之日，我看是大丧之日还差不多。你说什么呢？得罪了天都神府，还触怒了神主，还想好好的结婚，不光是宇文思月和你林峰，整个宇文古族都将覆灭。这可怎么办？宇文思月这个孽女，竟然背着我们私自定下婚约，还直接结婚，简直大逆不道！至此，只能硬着头皮扛了。好歹我宇文世家也是上古四族之一。上古四族，他天都神府又不是没被灭过。昆仑仙宫圣女到。昆仑仙宫圣女。姐，这圣女什么来历？你们怎么这么紧张？住嘴！仙宫圣女，岂是你能议论的？尊贵无比。见过圣女。见过圣女。这昆仑仙宫超然物外，但实力强大，据传是感应天道，庇护此界的恐怖所在。就连天都神府见了，也要礼让3分，不可轻易招惹。这么厉害？你们知晓的都太过粗浅。神主之强，在于人间无人能出其右，而人间之上便是仙宫。仙宫之主天下无敌，恐怕就连这位圣女也不惧神主。不过20年前仙宫之主突然消失，有人说他是死了，也有人说他是练功出了岔子。
总之，这位圣女也是20年之间才出现的。这件事知道的人少之又少。怎么感觉这个人好熟悉的样子？熟悉？林峰，你不会是说你认识圣女吧？圣女身份多尊贵，岂是你能接触的？林峰，你不敬圣女，不拜仙宫，难不成想挑战仙宫的权威，找死不成？这该不会是你又在哪惹的桃花债吧？怎么可能？我就是觉得她跟我师妹好像。啊，师妹，林峰，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讲什么胡话？昆仑仙宫的圣女是你师妹，难不成你还是昆仑仙宫的圣子不成啊？我只是说她像我师妹，我又没说我是圣子。林峰，昆仑仙宫庇佑人间，不可亵渎。你竟然敢对仙宫不敬，你找死是不是？仙宫又如何？以我男人的本事，就算是这仙宫之主来了，根本不怕。放肆！孽障！你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你想害得我们宇文古族全族覆灭吗？思月，还不快收回刚才的话，给圣女道歉，否则我宇文家容不下你！本来还以为得用点手段，看来你们自己找死，那就怨不得别人了。完了，剑仙得罪了圣女，会不会有危险啊？住嘴！仙梦不可辱，这下可惨了，宇文家恐怕在劫难逃啊！我们赶紧走吧，离开这是非之地，免得受牵连啊！今日是我与林峰的婚礼，我可不记得给你们仙宫发过请柬，你却不请自来，难道你还想跟我抢男人不成？混账！你在说什么呢？疯了！宇文思月也疯了。当然，不过为了天下大计，我暂且将他让给他。圣女要和总裁抢男人啊！你什么？圣女也看上剑仙？剑仙不愧是剑仙，果然是我偶像。姐，你希望渺茫了。闭嘴！圣女，她可是圣女啊！为什么所有人都会青睐那个废物？她只是一个废物，为什么谁都喜欢她？哎呀，又来一个臭婊子！林峰啊，他就是个废物。你们一个个的趋之若鹜，真是可笑。圣女也好，宇文家的天骄也罢，竟然在争夺一个我看不上的男人，我不要的废物！我告诉你，不是他配不上你，是你配不上他，不知死活的蝼蚁，待会再收拾你。我看到了什么？剑仙居然松开了思月小姐的手，冲向了圣女。难道他最终选择了圣女？林峰，闭嘴吧！你怎么在这儿？爷爷怎么会允许你下山？你知不知道现在外面很危险的，到处都是大势力，而且他们还不讲道理。你说什么呢？我不认识你。还装？咱们俩从小一起长大，你屁股上有几颗痣我都知道，还戴个面罩，给我摘下来！哎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不要面子的嘛！谁是林峰？出来领死！谁是林峰？出来领死！神主到了，恭迎神主，恭迎神主！完了，宇文古族完了！神主亲至，谁能承受神主的怒火？谁是林峰？林峰，神主驾到，你还不下跪迎接？想死不成？神主，原来您就是神主，拜见神主。原来你就是林峰，你屡次三番坏我好事，背后必然藏着别人。是谁指使你做这些事情的？说，本座可以给你留个全尸。就算是神主也要讲道理的好吧？明明是你的手下一次次的找我麻烦，我还想问你呢，我哪里招惹你了？放肆！私藏宝物，盗窃我天都神府神物，拒不归还便是死罪。你血口喷人！
那怎么就变成你们天都神府的宝物了？那明明是我自己的东西。牙尖嘴利，不管你是谁，背后又是谁，而今本座已是神境巅峰，整个天下无敌，无所畏惧。既然你不还，那本座亲自收回，并以你之名血祭上天，庆祝神功大成。林峰小心，仙师。我夫来日这招。老夫秦太阿拜见仙师，多谢仙师救命之恩。秦太阿，不是已经死了13年了吗？怎么可能？你没死？哼，没错，我当年是死了，多亏仙师出手相助，才让我从地狱中捡回了性命。不可能，死而复生，怎么可能？你们还记得吗？那秦小姐说过，林峰出手，连死了13年的秦老太爷都救活了。原来是真的，死而复生，神仙手段啊！难怪秦家一直称呼林峰为仙师。原来如此，不可能啊！死了13年，尸体早成白骨了，就算能复活，也不可能恢复到这个状态，更不可能与神主抗衡啊！天师手段通神，他不仅能让老夫死而复活，身体更是重返巅峰。这些天我稳固身体，老夫幸运的更进一步，侥幸进入了神境。神境，神境，神境，大夏第2位神境，这怎么可能？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你能挡住神主一击呀！秦太阿，就算复活破入神境，你也不过是中入神境，而我已是神境大成，天下无敌。今日本座我想杀谁就杀谁，没人能拦得住我。林峰必死！谁都拦不住你，那我呢？圣女，仙宫向来不插手人间之事，我天都神府与仙宫从无纠葛。你确定因为一个林峰，违背千年故训，与我天都神府作对？仙师不必担心，圣女不方便出手，老夫也能抵挡他一二。不用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并非我一意孤行，乃是仙宫之主的决定。仙宫之主？仙宫之主，仙宫之主早在20年前就已陨落，而今仙宫根本就没有什么仙宫之主。小丫头，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公主生死，岂是你能看透的？20年来，你仗着公主隐世，肆意妄为，荼毒天地。而今公主回归，便是你天都神府清算之时。林峰，又是林峰，凭什么又是你？袁思月、秦昭宁，现在又来个圣女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所有女人都倾心于你？为什么所有大势力都站到你这边？明明你只是个废物，只是个垃圾啊！你是个迟早要死的人，是改变不了什么，这是你命中注定要到来的一切。小丫头，老夫我已经活了183年，见过无数人，历经风浪无数，就连覆灭诸葛古族都是我一手策划。他若不死，我敢再谋夺宇文家。你以为就凭你3言2语，我就能相信你的话？想借一个死人来吓唬我？不可能！今天林峰必死无疑。谁说的？天都霸业让你失望了，老朽没死。林北辰，真的是你？你没死？这就是仙宫之主，真是好强的压迫力。不愧是仙宫之主，那可是人间第一流啊！老了，不中用了。20年都没有下山，竟然有人认为我死了。天都霸业，你刚才想说什么来着？不愧是仙宫之主，就是这么霸气，连神主都害怕。仙宫、剑仙，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？神主，你方才不是还说
要拿林峰祭天，要对他出手吗？现在仙宫之主就站在这里，怎么你还怂了？你年轻人抗争不公，不错不错。多谢前辈夸奖。林北辰，你想骗了我？早在20年前，我亲眼看见你寿元耗尽，生机绝灭，十死无生，不可能复活，肯定在骗我。到底是谁？20年前，我窥探天机，的确遭了大劫，耗尽了寿元，但却得天道降下一丝生机，侥幸苟活。不过，我的修行也尽失。现在的确什么力量也没有了，比不得这些年轻人。废人，你个废人，现在也敢来拦我！天都霸业，我昆仑仙宫要想收拾你，何须老夫动手？你不愧是仙宫之主，说话就是霸气。仙宫之主身份何其尊贵，更需人敬仰。现在有人不尊仙宫，不尊仙宫之主，就是他林峰。还请前辈除去此人。哎，人仙宫之主都没说什么，要你多嘴。哎呀，宇文思月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仙宫尊主宇文思月说话口无遮拦，冲撞了你，我现在就让他给你赔罪。孽女还不快下来跪拜告罪！我又没做错，我为何要告罪？今日是我与林峰的婚礼，凭什么要我给别人磕头？年轻人朝气蓬勃，不错不错。爷爷，你人还怪好的嘞，比他们这些不讲道理的人强多了。不过，您今日若是来给我和林峰祝贺的还好，若是来给这个圣女抢亲的，我可不欢迎你。我今天来是专门祝贺新人的，瞧瞧，看看我给你们带什么了。这可是宝物哦！哎，看看。什么？这不是失踪千年的镇国之喜吗？镇国玉玺从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，始皇帝更是借助其内气运一统山河，其后数个朝代都有其踪迹传说，但在千年前突然音讯全无，没想到竟在仙宫手中。你们知道的还是太浅薄了。镇国玉玺蕴藏着乃是整个大夏数千年的气运，曾经乃是人皇之剑，为轩辕皇帝所有。至战国轩辕皇族衰落，人皇之剑残缺，才移至镇国玉玺之中，其内那可是大夏之龙脉呀！你们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包括天都古族在内的4大古族，也是曾跟随人皇征战，更是辅佐轩辕皇族数千年的臣族。竟然还有个轩辕皇族，就连4大古族都是轩辕皇族曾经的旧臣。你们的思维还太过浅薄了。镇国玉玺消失千年，而今突然出现，必然是有天地扭转的大事发生。这消失千年的玉玺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出现，而且还要当做礼物送给总裁和剑仙呢？林北辰，我天都一族追寻千年，苦苦不得镇国玉玺，竟然在你手上，这是天助我也！我现在已经是神境巅峰，却受天地压制，止步于此。我接住玉玺之内的气运，必然更进一步。林北辰，将你手中的玉玺交给我。交给你，你也用不懂。这玉玺之内的确蕴含大夏龙脉以及数千年的气。要想打开龙脉，必须将上古4族各自的玉佩齐聚，方能开启获取气。怪不得神主要迫害宇文一族，原来是为了宇文一族的幸福。据我所知，100年前的诸葛之祸都是神主在背后暗箱操作，诸葛古族的信物恐怕早已落入神主手中。这么说，神主早已集齐了一半的信物，若是再夺得宇文家族的信物，那就差早已覆灭的拓跋古族信物了。夺得玉玺，我自然有办法追溯拓跋一族信物。天下除了本座，还有谁能集齐4族信物？镇国玉玺何该我天都一族持有？我天都一族自当继承人皇遗志，一统山河。
你在干嘛？我的胸口好热啊！从刚刚开始，这个东西它就一直在发热。奇怪，爷爷，难道你给我的这个东西就是拓跋古族的信物吗？他是你爷爷？你说什么？他是你爷爷？爷爷？爷爷，对啊，他就是我爷爷。不过你放心，他根本不是什么仙宫之主，最多算个玉龙山庄之主。仙宫之主是仙师的爷爷，仙宫圣女，仙师叫师妹，出身仙宫，难怪仙师有此神通。不是，仙宫之主是你爷爷？没想到你来历这么大，那你成天怕这怕那的，你到底在怕什么呀？姐，我发现以仙师的身份看不上我们秦家，好像是应该的。林峰是仙宫少主，林峰是仙宫少主，怪不得他不惧神主，还能拿起灵剑。原来那些我求之不得的，都是他看不上的。你们一个个的真是太好笑了！他就是一个废物，竟然把你们耍得团团转！还有你个臭老头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仙宫之主，他就是一个乡下的臭老头！你们竟然相信一个废物说的话，你们也太好笑了吧！赵东，你不是说要做我的狗吗？现在去把他怀里的玉佩给我抢过来，快去呀！我没说过，你这个疯女人，你不要连累我！好，去，让我自己去！你个疯女人，想死别拉上我！林峰，林少，我不知道你是仙宫少主，要是知道，我肯定不跟你作对。这个疯女人，我现在就让她下跪，给你磕头道歉。哎，不用，你突然对我这么客气，我还有点不太习惯。不过我相信他也不是有意的，他是被邪魔入侵了，我这就帮他驱魔。我这就帮他驱魔。滚蛋！别碰我！简直让人生不如死啊！林少，原来你是想折磨他呀？对，这个女人，让她直接就这么死了，确实蛮强。不是，我是林少，我不知道你是仙宫少主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你就放了我吧，你放过我吧，我再也不跟你作对了。你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个邪魔，你根本没有怀孕，是他一直影响你，针对我。我已经帮你驱魔了，现在你可以走了。我的孩子，我有孩子的。多谢林少。走。风儿，你此行下山收获颇丰，就连邪门歪道也能看得清了。爷爷，您还说呢？您不是在家里面钓鱼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是钓鱼，此鱼非彼鱼，我钓的鱼已经上钩了。林北辰，你的目标从始至终都是我。天都霸业，你自己入局也怪不得别人。这20年你为非作歹，可不是假的哟。高高在上不问世事的仙宫，竟然也要开始插手人间之事，真是可笑。林北辰，何必说这么多冠冕堂皇的话？想要针对，那就手底下见真章。本座现在已经是神境巅峰，这天下没有人是我的对手。天地异变，大劫将至，届时域外天魔侵入，天下将生灵涂炭。天都霸业，你自诩神主，乃人间之主，本应做好表率，交出2族信物，方为正道。可笑！何必拿什么天下苍生来威胁？林北辰，真是个伪君子！本座已是神武巅峰，只差一步之遥，便能成就神境之上。这数千年来唯一的神境之上，届时便能粉碎一切危机。什么域外天魔，本座一拳击杀。北辰，为什么不把手上的玉玺交给我，成全本座？看看入魔已深，无可救药。笑！想要本座交出玉佩，那就凭本事来拿。手底下见真章。小心！就这？不可能！风，你用了什么手段？我不信！
你也被邪魔入侵，别怕，我这就帮你驱除邪魔。不要！哎，弟，没事了。我的修为！别啊！堂堂神主一身神境修为，竟然只剩大宗主中期了。你真的是神主？怎么可能这么弱？该不会是假的吧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爷爷让你假扮神主，来逗我玩的。师祖，是不是玩太大了？师兄好像入迷了。你看，还在这商量呢，一定是你们联合起来逗我玩的，要不然爷爷刚才早自己出手。凤儿，看样子是该让你知道真相了。你该知道事情的真相了，凤儿。我要告诉你的是，这方世界最大的秘密。最大的秘密？难道爷爷你才是仙道强者，绝世大能？非也。从千年前，这方世界便被天道邪魔所封锁，天道不显，大道不存，就连天地灵气也一日消散。如入末法时代，仙道陨落，消散于尘烟之中，所有人的未来都注定是灰暗寂灭。唯有你才是打破命运、冲破邪魔封锁的唯一希望。这天地的最强者就是你。爷爷，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。这个世界上强者这么多，还有皓月真仙那等仙道大能，我一个小小的元婴修士，怎么可能是最强的？皓月真仙、元婴修士，这怎么跟修仙小说一样？仙师是真正的修仙强者。凤儿啊，爷爷瞒着你，是因为让你时刻怀有一颗仁慈谨慎之心，也是为了瞒住天外邪魔。现在是时候了，你也该知晓一切了。我才不信，我还在元婴期，在这个世界上弱得很。反正你说是就是吧，我不信。看来我只能用最后的手段了。什么手段？动手！爷爷，师妹，你们做了什么？气运加深，震过玉血，加上四族信物，起码蕴含了这方天地40%气运。若是给我，必能突破神境之上。林峰，你们这么做，还会不会有危险啊？需要你说，我师兄，我心疼还来不及呢，才不会伤害他。不对，这身气运绝对不是40%，你到底是谁？青青乃天道化身，封锁记忆，化作风儿的师妹，引导风儿修行。现在是时候了，风儿只需吸收天地灵气，加上天道助力，便能突破桎梏，仙道大成。不过风儿乃天外来客，与这方世界仍有隔阂，还需一丝契机，方可彻底吸收天地灵气。最后的契机就是你，就是你啊！我宇文小姐，难怪仙师的未婚妻一直是宇文小姐。凭什么？姐姐明明你也不差。非你莫可，因为你才是这方世界的气运之子，因为你身上包含着最后2成天地气运，唯有与你成婚，行大婚之礼，风儿才可彻底吸收天地气运，得天道相助，气运大成。什么？我是气运之子？为了拯救天地，完婚吗？嗯。你醒了，趁着早上起来继续修炼吧。不要，就不能让我歇歇？这1年了，365天，360天都在床上，每天除了吃饭睡觉，就是修炼了。我还没有进步，还在元婴期，而且那个大劫的影子到现在还没有看到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天地大劫即将降临，域外邪魔随时入侵，危机迫在眉睫。师兄，不然你跟我试试，我可是天道化身，说不定就成了。干什么呀？大庭广众之下抢男人？谁抢男人了？我这是为了天下苍生。大劫降临。